讲到客家人，一般人总会有几种印象：硬颈、上俭、认命、轻上忙大病。硬颈也是一种比理想的坚持，然后对现实的责任感。不过时代改变，社会越来越进步之后，硬颈的客家精神也渐渐的消失了。在苗栗的客家庄，有一群硬颈的客家人，有记录的翕相机，记录客家人的生命力，保留了客家的淳朴、真诚，然后刻苦耐劳的文化传统。讲到翕相，万乃如何？讲到翕相社团，又要万乃如何？跟苗栗的有一群好翕相，用硬颈的学子生成立一个叫做硬颈摄影群，向下翕相，向下研究。向下判赞，向下记录台湾在地的生活，向下为咱的客家文化打拼。10几年下来呢，掠到学子生啊，脚步行到哪呢？伊就记录到哪啦。掠经验，咱的子代慢慢的了解。那群硬颈的学子生，用来翕相，用来记录台湾的生命力。掠到有拍的相片，是硬颈摄影群的作品。硬颈摄影群是在民国79年成立的，一共有11位好翕相的苗栗客家人来成立的，用牛鸭做个硬颈的象征。10多年来，佢哋利用无做些时间呢，完成很多的艺术创作，为咱客家人留下很多宝贵的文化资产。就大家请问一下吼，就你硬颈摄影群成立差不多已久当初做嘛我成立，也系唔来发起的，也系朋友来发起的吼。当初有乜个想法嘛？硬颈摄影群已经成立15年，16，今年16满16年了，成立16年。哦，16年。也个我就系全部苗栗县摄影学会嘅发起人组成的呀。哦。所以摄影学会是讲是一种嘅多元化、大众化嘅一个摄影嘅团体，你明白？哦。26年的经验以后吼，那边是慢慢的是脱离本方个演讲而已，是试推搞推样哦，我哋老一辈嘅人吼，靠学武拍嘅吼，大概是慢慢的是学拍起来。都有一段时间才是非常的盛行。有一段时间。差不多也20年前了吼，开始。非常盛行嘅黑拍，咩彩色。彩色了。几乎我超过那个黑拍。从20年前开始，黑拍是慢慢的是退下来，它慢慢的消失了。我就是那个黑拍的消失开始以后，组成的硬颈摄影群。是那个。是硬颈对吧？硬颈，莫随着那个随波冲舞啊！硬颈，硬颈是那个成立啊！
精神，娘的多得要娘的话咯。卖影响诶。哦，像硬讲吼，当时是大家最紧讲啊。哦。硬讲啦，大家有乜嘅来讲咧？大家讲，佢说硬讲啊，牛鸭啦，乜嘅啦吼，牛嘅啦，乜嘅一道啦吼。也多得万人提醒下，唔記得啦。有個較代表安尼客家精神。係啦，客家如果硬講啦，一樣講。我講如果硬講所以話無意義同過啦。哦，無意義同過。誒，硬講要做。硬講嘅美麗聲音，佢哋有翕出來嘅風格，還有佢搭上喜歡翕嘅對象，就各有各嘅特色。像陳立文主要翕嘅作品係。離開工地社會嘅農村景象，樸素無華、刻苦耐勞嘅農民，像陳陽春，佢認為一張相片除了藝術觀念之外，還有記錄嘅功能，冇乜個多法，完完整整表現出現實嘅狀況，也係歷史前後嘅見證。在做这样的安尼硬讲的这样的吼，都前比方像基本上利用个时间来讨论一下对本身的今年的这样16届这样的展览的主题哈，然后再放 Q 闪现那个题目哈，像基本上那个陈亚基飞来讲哈。他讲没有按照他有按照嘛一批，有相对有按照嘛个名声较好的吼，所以考听啦。杭市中、天市、各也变观光化，三种内容来考虑展出吼。你按落去，你那个量的资源出来，冇重要啊。咱因为一动有按那个钢琴的事，那个 Q 闪现最后也。每一年，硬講陰陽群除了鋼人我有一擺嘅陰陽展之外，還會有一個陰陽聯展。在開會聽聽主題之後，大家就會根據了解展覽的主題去發揮。今年記得今天的主題係用 Q 閃現做一個出發點。也係921大地震哈，積極太地震噶哈，這樣跌下來。哦喲。不過也俾一個有經驗性的一個去實用的哦。去實用的。哦，也人大家都嚟翕一個斷橋。唔知就也開始翕呀，係啊。開始翕。鋼人的角度都冇重要。對，因為斷橋哈，鋼人就是歷史上當時嘅一隻件啦。不過有人看今年唔係了人，就是很多人嚟看啦。然後就鋼人翕鋼人的角度嘅，係啊。主題一隻主題。基本上喺度係硬講一個特別。不管是乜個東西，一個主題，一個主題以後吼，然後他可以發揮。然後比如講一 Q 閃現的部分，已經我哋是展覽過一擺，一擺有香港再再放那個 Q 閃現，因為基本上 Q 閃現的東西啊，吼，係真多好些。有哪個？你看乜個東西？翕乜個？係啊。滄桑啊。哦，你真沧桑的斷橋。哦，風水一拆，你團體你真滄桑。你幫人嚟說，哎呦，打到難聽啊！也個紅線落去啊。哦。你這個翕相嘅，你想我翕嘅東西係哪一個方向？係咧人文上。人文，係咧人文方面。像啲啊，團橋佢無人到嘅搭嘅，能用嘅表現出來。表現係啊，一般攏我就翕相人文鄉土嘅話吼，安尼我要帶人，迄無人嘅話吼，就尋夾個團橋嘅較凄涼嘅面圖啦，搭配一些光線也對啦。雖然講有可能吼，彩色看唔出來，哦，光影效果安尼就是。光線嘅效果，還有。表現來做。就夾個層次感咧。層次感。佢唔講凄涼，迄個也個鏡頭用嘅表現也個凄涼。鏡頭用係啊，就是唔得作嘅凄涼嘅感覺嚟㗎。如果對啊，你平常一隻團橋同幾隻團橋來比嘅話，
团结团的米土，跟附近走到米土，走到米土。哦，其实这个用的互相之间的关系来，系啊。哦。今年的安江鸟样联展，二天会在10月份做一个展览，主题是头摆野下秋山线。佢哋会将秋山线翕到样板，係唔係會本意面到以前坐火車嘅感通，也係本意看到行那道秋山線，而唔是看過嘅人事物。大家做得用心來期待佢哋嘅作品。做乜一定要翕？因为彩色吼，我样讲，彩色就从荧幕组看的同样咩？荧幕组看出伊全部是彩色嘛。唔出奖嘅拿来反照天天啊！透过照相机来，荧幕组看到嘅反照是天天。但係翕拍吼，唔單止看到縫翕起來無縫啊，係喎，翕到變白色嘅啊，變是無色嘅啊，也中間吼，手有也個非常特別，也個攝影嘅技巧在地方。譬如講，從也個梧桐拍中間吼，你追求也個內涵出來，內容出來，非常不容易咧。只有梧桐拍天啲啦。但係彩色吼，應該用彩色來描繪人，美，我講，係客家話講用嘅，去想人。去想人。哦，唔係拍吼，冇相當中嘅嘢嘅內容個你是要題目非常嘅震撼人心哦，本人認同，冇一受引起人嘅嗰種共鳴啦。呀，一張張嘅相片，不但係過去歷史嘅記錄，也係本看嘅人一種心理深層嘅反響，本人帶來震撼，也本人帶來感動。可能有人會對呢種互拍寫實嘅相片有一種冇相同嘅意見，佢哋可能會講呢條相片會本係哀傷，本係難過。佢哋咁樣講，要做唔得講，佢哋唔錯，因為一般人看事情總會有無同樣嘅看法。不過有一點係任何人都做唔得講唔錯嘅，也係硬頸嘅客家人，佢哋透過鏡頭來翕下來嘅作品，真真實實反映到呢幾十年下來嘅客家精神。佢按歲數本家也至白到睇。啲也幫人好比白到睇吼，也個溫暖吼，我做到也落睇啊，也落咩嘅深度往去啊。咁所以佢睇嘢吼，佢姊妹之間感情啊特別好。佢白也落咩，幾時比白嘅嘢，係咪要白也落咩也落睇？所以用也幫人嘅溫，傳達到本家落睇落咩去啊，所以。雖然周圍我攝清楚咗，因為我感覺到當時候，也係感通咗，感通咗就係嘅。全部都雖然白裸體同埋白到胎，一胎人白。呢種屬於普遍啊，一樣嘅現象。普遍啊，係啊，當普遍。誒，一下都已經冇得咧。也冇咧。冇得，那亞馬斯講到阿支白裸體咯。冇咧，也就阿美是冇茶送得咧，茶係送得咧，冇白。
般来讲，翕相嘅人啊，基本上嘅样咧，一天要当落实，一直讲吼，各按翕相上相嘅目的係乜嘅？冇用骗嘅形態。但是有的是讲骗嘅形態，意思很多善意嘅骗啊，吼，但是你還記得必相騙。當重要，一當重要，因為基本上當初為了達到人目的，你翕到一張相嘅，但是你關於嘅前面嘅時間吼，將一相片比。佢會因為講哦，對，假如當時樣嘅情形去當相嘅嚇，而拄拄我依身上有帶相機，我依翕嘅東西。當初我說過吼，佢80人歲吼，我當初翕張相片以後，加個也吼也都牛欄，牛欄吼，佢本身咧係啲內臟嘅東西吼，嗰叫無作害。我開始去翕相去接觸吼，我唔是看到佢作害，作害過。但你不管樣較寒一啲，佢咩種樣無作害。寒天呀？咩種樣係無作害。安樣情形，難怪身體話。身體當好，當初嘅咧，佢點樣咧？伊手體講有安樣嘅做財貨，手啲樣嘅，特別嘅要太早嘅就，有安樣鹽啲樣嘅潮嚟啲樣嘅。所以講我喺度俾你講，本身好翕相嘅人看到一種主題嚇，一種題材嘅話當好，我知道當有親切感。所以講翕一張相片㗎，會知道講當好，容易發揮嘅東西。所以講安同翕一張相片㗎，安尼感情啊變落去。特別係那個主調啊，主調話如果按尾接落去，尾落去後，我哋講起來都梅花餐。嘟嘟佢要按入來後，向下塌下來，佢一個光線過來，然後煮嘅就是飼料。因為按樣嘅情形不可以喐煮嘅，然後對呀煮嘅當有親切感。但是煮嘅當神奇哦，佢沒有按講兩小無猜，咩樣嘅情形哦？你看煮嘅佢本身嚟講，沒有那個油煮嘅蜂蜜哦，吃到紅點哈，油煮蜂蜜。煮嘅其實佢咩切㗎？喜歡吼，都攞俾人油呀。我知道煮嘅吼，像樣嘅東西，加下樣落葉嘅，那吼苦楝樹吼，已經落葉嘅。然後有按種到煮嘅啲行吼，我知道有種情形吼，感覺上有啲油煮嘅味道啊，嗰種情形吼。煮嘅咩當神奇了，每一天我特色個接觸到了，佢咩話有個情形樣嘅情形了，有到。東家長西家短，有時按樣啥啲打嘴鼓，每一天按噴人每看都有得人咪每糖啊。因為我之前因為幾樣東西呢，佢樣啥當好咩？按樣啥也講有乜東西會樣啥啲講法，但是一就每糖，佢要夾個世界，佢看老闆，佢看夾冇闆，所以講佢要樣啥啲講法，像樣講法樣按情形咯，佢每糖，按東西吼，按東家長西家短，佢咪有按樣情形吼。佢會總會有一集動作較慢。動作較慢落去吼，唔就浪模式，人都佢開始人都維持了。當好當拄好樣咧，煮嘅吼，因為知道一下情形一條拿吼，冇必要出來，全部削佢。係啦，唔係樣個情形了。大風吹。開始家一個煮嘅講，一個條拿冇講出來。我講出來。唔係地講嘅馬個痛苦，看唔是馬個痛苦，唔做嘛全部看到面冇馬個痛苦啊。但是一個煮嘅我接一般，一般以後。煮到一隻角，我喺邊嗰度煮嘅，當落去吼，有很多煮的獨白，佢當模式啦。咱講嘅作品有動態嘅部分，會有一種連續性、故事性，因為記得限定一個主題之後呢，會有當多時間花到了不停嘅翕相嘅過程中，可能幾年，可能有幾廿年。按用刺眼這種故事性的相片就會走出來，這種有主題的相片不只好看，有藝術性，對相片底背度的人事物觀賞者也有清深刻的了解。我見人可能人有啲會排斥一乜嘅東西，也係講會有樣嘅問題咩？他冇按刺眼嘅人啊。親手遇到必排斥嘅，因為人翕相吼。ที่เอาไปกำกับตัวไม่ที่ช่วงเกิดอะไรเงี้ยฮะไม่นั่งไว้ก็จีจีเป็นยังไง樣嚟做咯，樣做嗬，嗌個藝翕相咩看流氓咯，嗌衝路通咧嗌個，嗌咩鬼神太看啦，嗬，呢條硬辣使到一時看，基本咁，如果咁我都一下子咁我都啊一同人衝過嚟嘅，見咩度搞嘅哦。你作到啊用嘅，你估得係決定啊，作到係拍埋條係喎，看到人唔做生意，係都變改，因為講改劫啦，係都翕相嘅，係攞以後如果講翕相話人家做到啲事嚟話，啲唔攞別感覺到嚟嗬，唔翕相唔係舊嘅，
关心佢，有替佢伫中央呢度入營做嘅工作嘅人。哦，嗰個唔知道去到入藏水上，你要去講下，你講好咯。我依好多東西，我啲好多就提講，我一講我行人啦，我講好多講冇啦，較犀利啦嗬。我好多方我會曉講咧，我講較無好啦，嗬，我跳舞舞啦。哎，講到要跳舞，哎，講到要去當跳啊！你當跳，蛇痴，哎，當時乜嘅嘢都唔識，我都講我苗栗人啊，我叫苗栗人中央啊。要去了就想啊，哦，常常还是住在家里山下，所以讲看人山啊，所以讲土生土长无晒味啊，就比较就所有翕的相咧吼，是比较好抽筋啦。哦，个翕的是那样无像去了也，高就时阵好过个啊，就是它有转体啦，但是凹插啦。哦，所以讲等下翕的就有加重，而且呢农家啊，山体个。哦，或者那个寺庙的发通的啊，寺庙也是特别用来跪土的，有品质啦。哦，你老人家呢，佢虽然是80人岁了，也中央70人岁啊，佢很中央，中央人家行来，行来上山等于这样转来，机转来吼，自家不加。迄机的准備好啊，機。不加含小自家嘅，然後冇用牙石啊，所以講係連沙，嗰啲係翕有。人家翕嘅全部夾表連沙嘅。阿兔伯，從細時陣咧要140秒啊，所以講啲安尼就係啲勞動嘅高貨，高貨行啊。去勞動翕啊。高貨行啊，啲係是高攤啊，啲貨攤啊，也是高金子的啦，高金子的。那个高貨也是迄個新木，中那個新木。有咩客家莊？哎，中客家莊，也個是高全部高金子。高金子呢就是沙袋冷氣哦，還有高。所以講你啊愛個那個廟方的個翕的用要做一本專輯。就是專輯。專輯啦。嗰方面呢可以講呢，愛帶山度啊，咁有兩束啊，曬下啦，太啊，太啊，兩束人啊，所以當時我攀，我工作時也攀，那個山體的、到樓梯的業務啊，大家就好接觸。所以呢，而家用嘅發通啊，140個啦。你說老人家呢，其實個負重，按重嗰啲呢，要按用一個照顧啊，可能要用心嘅表現啊，你大部講啊講你硬頸係重要，客家人用硬頸，你係咪叫我當硬頸？實際上，像佢帶按來嘅部嘅，佢突幾老年，公家像你啊公家有補助啊，可以補助俾你食，補助俾你水，補助俾你咩個東西啊，係接唔接受？減免啊，帶按用型嘅錯誤嘅。減免是個種嘅，採集過來啊，是按用型。所以呢，這個是3萬個標識嘅，因為呢，這個實在又叫硬頸啦，又叫咧客家嘅精神。去到而家冇，今年參乜嘅？參茶錯。參茶錯係啊，參錯。參茶錯哎呦，今年當多，咁冇按嘢啦。哦。了亮係嘛？係了亮樣係嚇。你講唔好記得，在翕了條相片有乜個意思？其實佢哋乜嘅都冇要求。先莫講了條老相片代表嘅歷史意義係乜嘅？
先莫讲了了，对客家文化嘅保留和传承系乜嘢？记得当창조亲自家嘅心理听，翕下记得认为做得感动自家嘅人事物，因为做得感动自家，将做得去感动看嘅人，故所亲人们记得比到乜嘅以前，想要冇自家。做得在两条相片和两条人之中，带得到乜嘅，看到乜嘅。原住民的天气行青岛啊，工作嗰個係，係啦，嗯，仲有個佢有啲太陽族嗬，太陽族，太陽族，大亞，大雁，大雁，喺太陽鄉嚟講，係側面啊，側面按你個文面嘅，最強嘅紋路就也個錄音啦，用嚟講，也個你看也個紋路嗬。招啊，嗬，嗰佢本身嘅招也招嚟一隻，嗰佢車嘅紋路也一隻嗬，也我哋名我哋廣府苗，是105歲，去年咱過身嘅。你翕了張相片，哪叫翕嘅？一張相喺84年翕。哦，84年，也點咧？也仲喺也太原上嘅。啊，我上次都講。佢嗰個也太原係啊！太原係佢太歲一過幾天就探足橋。也一隻舊種嘅創業嘅橋嘅嗬。我前面我都乜嘅了，一個交通兩岸嘅指揮啊。我一下個政府搞了半天，他就不能交通，我原住民當聰明，做個一搭。兩岸都交通，太原鄉啊，豐年祭，一豐年祭有40面，首飾40面，本日本說本日本人金鐵，佢講佢安尼個團結嚇，有識飛，多年識飛，講佢團結，所以佢都比漢字鐵都冇，都也79年，將回復，將回復。佢將去採取一個資料嗬，高嘢資料，訪問嘅老人家嗬，過去樣板人記行，樣板人唱歌嘅，樣板人指點，收集到資料以後，他79年締結豐年祭，也都客家人啊嗬，客家人我刻苦耐勞，種姜嘛，三步地，即係客家人先因為後來嘛嗬，後來土地較少嘛。所以一個講我刻苦耐勞做，都入邊看得出來。佢哋有好多年嘛，專門平地較多嘛。你行業就太係山地嘛，沒種茶就種番薯，佢哋嗰度嘅。在哪邊翕嘅？也太陽翕嘅嗬。哦。山坡啲可以見出嚟，也種薑嘛，種薑嘛，種薑嘛。所以你感覺到冇乜咁樣嘅，咁樣講。隔閡，冇乜個隔閡，一樣係要正經俾人用感覺到呢。你客家人咩一點是清間學，所以講唔可以講客家話，講冇。也個嗬，我用自由行政了，冇做一看佢都啲啊。哦。也個態度嗬，嗰個也個態度，嗰個人講出來嘅話語嗬，其實可以體會得到。因為嗬，我出世做啲。港田出世啊！我細細時同奶同牛嘅種下樹，睇起來啊！我屋靠7、80年來一直是港田啦。哦，不是，因為我米都是有奶土米啊，係啊，拆叫馬達，從細年就天下搬到太啊。所以佢看到我嗬，也一定係港田人嘅自己啊。所以我講我翕相嚟講，我講港田，佢我相信啊。我知道我翕相，我忙是幫人拍攝過。好，航天過來。
有睇過，真冇現實問題。要不要油桐花有人同冇人的差別到呢？也就是講也油桐花也好，還有你那個樣講啊，好存在感。有人同冇人的，人一定有存在咪，知道嘛？人同那個油桐花嘅互動嗬，互動，互動有一個存在感。因為但是講泡油桐花是一個靜態嘅嗬，佢是講一種嘅花安尼啲，因為人加落去是有生命。有生命，代替同你的生命，就是有安子。唔單單是拍一個油桐花個天南咯，安樣天啲嗬。一般人做翕安樣嘅風景安就是嗰啲嗬，也有加幾落去嗬，所以有一個也當地嘅一個故事性，有一個存在感，有生活感。硬鏡嘅呈現，每個人翕出來嘅作品都有很強烈的個人寫實風格。一種寫實嘅風格，基本上一留佢哋成長嘅背景有關，因為佢哋用心去接近佢哋關心嘅人事物，故所佢哋人事物因為用很真實嘅本性。表現本佢哋翕，其實簡單來講，也係一種交心，也係留佢哋做朋友。好，先咯。因為木下頭擺生意嚟㗎，木下都上牛、耕田。耕田。上牛。不過對牛嘅嗬，當有情㗎。當有。不過以後我開始翕相片，對翕牛嘅特別有興趣。翕牛嘅翕嘅3-4年。係啊。一種牛嘅照片嗬，喺啲後龍係翕嘅。當時後龍係中心部嗬，銅鑼鄉嘅中心部，有一間專門屬水牛。專門屬水牛。屬嚟賣啊？係屬嚟賣，也冇屬嘅。也水牛也當銷。那時。也係1991年。15年前。我翕牛嘅嗬，千喜歡我翕埋嚟咯，以蓮花。嗰個牛嘅通常嗬，參綿羊嘅，睇一種嗬，當時我都起個名啊，都埋個名。雖然嚟講，同隻牛媽媽講嗬，我要麥當勞，我不要吃草啦，當然都是錯嘅嗬。麥當勞。麥當勞好像就要求他。叫媽媽讓我飛到去。一千多年。你還是認命嘛，因為你是一頭牛，你係牛，你這是錯的話。這是錯，一種就家外講嘅擬人化。擬人化啦。我就提名都牛脾氣啊。那來一索嘅特點呢嗬，而且溫弱啊。那來一去了，來向就很不好拉起來。那就是不聽話了。頭擺你上牛嘅嗬。一個一面嗬，我疊一張嗬，我都水草長春。水草長春。不過也我所有嘅翕相嘅展覽嘅作品嗬，我嘅主題就按到水草長春系列內列嗬嘅作品嗬，也係我描到陽春牛，因為係公園界翕。也是一個秋木嘅嗬，畫一隻孔嘅牛嘅都成日翕。也係。那時嘅上。要1982年翕嘅。講到硬鏡吼。有位上嘅楊鏡過嘛？楊鏡吼，係啊，ที่一個楊鏡硬鏡吼，我用一分啦吼。其實硬鏡唔係講硬鏡就硬吼，不同理嘅吼。嗰個用嘅
不明是非的啦，反而头都唔讲嘅，唔免硬学啦，唔免硬学，唔免硬学，这个坚持原则嚟。嗯，坚持系怕，我坚持传统相传，系咪落伍？听时代唔到，其实唔会啦，因为硬讲嘅最彻底嘅精神嚟讲吼，就係維護傳統嗰種嘅奮鬥人類向大自然奮鬥精神嗰種硬頸，並唔係講我去上述某一部分吼，嗰種硬頸。小太哥講硬頸，唔係硬學，唔係固執，唔係冇變化，也唔係冇進步。點到呢硬頸係擇善固執，在堅持原則的基礎之下呢，再來針對性的變化，有樣堅持方向，退步行下去，你啊硬頸的精神將會發揮作用。看小太哥的作品，按有力，按權。按上網，按汗流脈絡，按有靈魂，按硬頸。要是標準，我做嘛講，我哋硬頸精神咧，硬頸名樣來呢。所以當時我因為文獻會嘅陳其祿，用客家精神嘛，說硬頸精神，但是講係咪很抽象啊，冇辦法具體。係講，嘿，我哋想就是硬頸，頸勁當硬嗰陣，硬學。一樣前頭拍翕到呢。我要是標準客家嘅臣服臣服太過分。我人家嗰幾十年農村，按樣環境之下，老人家看，是要老人家。佢後生人要教，老人家要看。要是標準客家嘅嗰種環境。也希望也印傳統，也有沒想成咯也好。我做一種考試啊的吼，總要東西去打聽下，攞東西啊，也像也這麼個從事不啦，攞帶東西去拼個東西。你也警方應該冇嘅嗬，係嗬。也啲初橋太平那邊。你哪叫橋嘅？差唔多因為差唔多35年前。後生是冇好買電動玩具好搞哦，叫老師掃幫掃嘅哦，太橋嘅分一片，細妹分一片。中間呢就冇買，就頭啊係那。乜個故事啊？喲，雖然就跟後生人雖然教按公益嘅啊，有種係好個童年故事。好似有年代咩叫係咪嗬？要我來呀，就想這樣。哎呀，這玩意是讓20年前了。硬頸在建立胡老拍嘅印象世界度，有個最後也係真重要嘅過程，叫做係暗房嘅作業。硬頸嘅成員如何學習暗房嘅技術，因為在暗房重寫相片，即刻上嘅感覺，全部都做得寫出來。尤其在重寫互拍相片時，也唔係一般嘅寫相片店做得多嘅。硬頸樣像每3年吼，從帶片買落以外吼，嗰啲藥水買落以外，其他都全部自己買。講完都暗房嘅。講完暗房嗰重寫，每3年做個暗房做出嚟，特別冇重要。咁所以我講嘅套同大家講吼，
当端最当讲个种题目害怕，或是乡土，下次也唔会变，个表现的方式啦、舒坦啦，个多样化，哦。然后也像有钢琴，也有美术，听时间，好几种没有。咸阳音，是这样，总比个乡村的戏吼。哦，就像有水样，两个字种标啊啦。其实慢慢的差不多30秒，在乡村慢慢的会显出来。差不多2分钟是好些。哦，2分钟做好来，做。今麦目标迄40兆，我要存用我亲了，轻用一方呢，轻显一方。所以讲，家讲心情的调试，个天样呢，轻后摄相片摆到轻前面，暖身一下，摆到轻前面，因为要增加人心情。天状摄好，唔会吃到越来越亮越好，唔会，所以讲后尾摄相片成功率动态。所以讲，这种为了艺术创作全心全力付出的态度。其实也是硬頸也要求請硬頸的地方，也因為這種硬頸精神，佢哋翕出來的相片，將會俾看嘅人親深刻嘅體會，留感受。你按多年當中人事的變化啊對一樣球有乜個影響到？也係講有乜個大嘅變通無？其實我硬講一次下來唔過我尋到講理念相同嘅同好啊不容易啦。大家相處嘅幾十年嘅朋友一次下來以後，睇啲就有當親人嘅感情。個人我也就要求不一定講5-3年，也翕嚟當好，我就同來做飛嘅，唔咩啊？我就主要就講理念相同，那我就下去靠係一個人品也要求個人講起來較排泄啦事實上我就對於就後生嘅，就講安尼將開始嘅翕相看到也後生嘅同我就有相同嘅一個理念我就甚至佢唔是講婚姻我就始終都會注通來對，我搶佢看人家就有興趣嘛，多也下面就感染13年，就給防治險防先生。感想到啦，因為傳統嘅東西，一天一天記錄下來，保存下來。因為我發現到，單做嘢就做手拉胚嘅就師傅，單做60-70歲，現在照你就先生，做已經70多歲，係嘛？嗰時候我想利用一段時間好，一2-3年時間好記錄起來，保存下來。經過一種行業，因都唔會消失，唔過喺度老師傅慢慢地會凋零。這像個太陽光，叫辦假1、3年、2、3年、3、4年都冇辦法講，一定要用對高機。太多其他人就想得到像比人較高啊。你有咩樹來做啊？機器做啊？機器用機胚，唔免用手拉胚。手拉胚是路才會轉，要機胚是講那一團來一層一層的圓圓，一層一層的接起來。像什麼啊？春天一樣，要用柴燒的。那順豐嘅柴全部都是柴燒用嘅，唔用石油，唔用天油，全部用柴燒嘅油。佢柴燒家也不加，喺暗部頭深一點人會點啦加哈。因為柴燒1、3年裝，一要裝23年4年，
一散一种哦，啊轮班就轮班2、3次才个轮，2、3点钟练一次，2、3点钟练一次。小刚嘛就吼无聊，就3、4个新的朋友带酒啦，带吃的啦，什么打嘴鼓、打嘴鼓、跟手游。哦。眼镜系面临讲一个传承的问题，所以讲希望讲，我哋讲有同样相同的理念的人吼，能够加入到外地包。报名。但是因为报名来讲，当然要报名。观察但是我就一下持续讲，一天还有一个问题讲，经过全员的赞同。唔見乜唔唔係講超過1/3、3/4唔咩，全員的參。每一散咗。嗰係要拿出相片。拿出相片。拿出一個相片，最少有35張到50張嘅相片。哦。代表人嘅風景。做嘛呢？因為冇嘅話吼，喺邊辦展覽啊，一下吼，人家講嘅，嗌矛盾也先講嘅話吼，唔喺邊個風台，甚至唔喺安台裝嘅相片嘅話，唔陳述唔下落去啊吼，安尼做唔得啦。所以講，我哋會講最基本嘅話，有啲人嘅相片，睇下看過以後，因為講人嘅最重要係人嘅理念、人嘅想法，也係講人嘅眼鏡，一下已經有一散入來嘅，以解散，因為我本身眼鏡實在也兩隻毛嘅，要解散入來。好，安樣事情。第一點，因為講眼鏡吼，係一擺未來嘅東西吼，係我嘅看法認為講。因為眼鏡本身嚟講，唔係講一天，我因為講而活在當下嘅計劃吼來做眼鏡嘅一個點。啲啲嘢就看其他人做先，我當時我問佢講，唔係需要人喎，哦，迄個我嚟參加做得冇，因為家嘅條件有講到家嘅條件樣嘅啦，我所有條件要符合啊，年紀也唔會太細，也唔會太大。翕相也有啲基礎，哦，還有講，我對客家人、對客家文化也當關心。樣個東西應該要硬講嘅事情，我一定會想去做。不過我這樣事我當上問，我想要講佢基建嘅啦，你話是唔敢問啊？這樣啊，係啊。要講係種。制作多情樣嘅，哎呀，翻嚟，我冇咧。哎呀，我因為吼，看表面上看起來就，做事情翕相，講到翕相，大家就當好教養啊。其實我維持16年冇咁簡單，哎呀，我事情咯。嗱，我想講，可能我辦攤場我做表態咧，我都唔想去參加嘅。因為老了就有時上窮啊，食飯可能唔咁簡單。係講嚟都唔掉啊！愛你嘅天動態，愛行嘅路當道，唔知嘅